学姐，顾总怎么样了？自己去看吧。啊？哎，你怎么自己来开的门？周建清呢？哦，哎，走慢点。我刚才在楼下碰见璇姐，她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他俩，你是来八卦的？以我的经验，他俩刚才一定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，而且璇姐应该是以她的气场稍胜了周建清。哎呀，我怎么就错过了一场这么精彩的决斗啊！蒋小川，你这到底有事没事？我查到了《绝症少女》台本编剧的消息，说，但是这人没有署名，而且没有和曼星正式签约，就连打钱都是走的私人账户。如果他死活不承认，咱们拿他还真的没有办法。我觉得这得用13号网点，总感觉少点什么。不如我们改用速度线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还能表现人物的内心。师弟，还是你懂我。那当然了，跟了你那么久，哪能这么点默契都没有？对，哎，你看最后2页的转折。是那个自行车的那个？对，叮叮。这太好笑了。你们小声点，打扰到病患了。那你就回屋去啊，关上门。这是我家。我们出去玩。外边那么冷，冻着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你师姐这身子骨，大冬天照样穿短裙。没事儿，我们去楼下的那个花园，那儿的空气比这儿好多了。不准去！刚刚不是你赶我们走吗？你们要是走了，谁给我倒水喂药呀？你这手倒水应该没事吧？医生说了，要避免2次伤害，你忘了？那你小心点不就行了？我看你是忘了，我是因为谁才受的伤？好的，顾先生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。你看最后这2张，这转折怎么样？他这个转折点有点，我觉得就是我困了，要睡了。我觉得这儿还不是太好，得再想想。你说呢？你看这样 OK 吗？要我说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块儿是不是把它放在这儿好一点？是不是？